第二個技巧就係7日建國史詩嘅電郵嘅序列啦 ，so-called relationship warming 嘅 email sequence 嗱。當你攞到佢哋嘅 email，你唔係即刻 sell 嘢嘅，你唔應該咁樣做嘅。你要用 at least 1個禮拜，每日 send 一封精心設計過嘅 email， 就好似俾佢哋睇得到 ，OK， 你有呢一套建國嘅紀錄片俾佢哋了解你。第一日你可以講下你嘅古仔點樣由一個奴隸立志要建國建立連結。第二日你可以分享一個佢哋最大嘅痛點，講出奴隸生活嘅一啲悲慘，產生一個共鳴。第三日你就開始繪畫一個美好嘅願景，講述你嘅國家美好嘅藍圖，點燃佢哋嘅希望。跟住第4、第5日就係純粹提供價值，教佢哋一啲基本嘅求生技能，展示你嘅實力同埋領導力。第6日你就可以開始介紹你嘅公民身份，即係你嘅產品啦。話俾佢哋知，呢個就係擺脫奴隸身份嘅終極方案。最後第7日就係創造一啲稀缺性或者緊迫感，譬如一啲限時入籍嘅優惠，促成佢哋下定決心